香港的茶餐廳是本地文化的縮影，提供多種美食，適合各種口味。首先，絲襪奶茶是必試的飲品，以獨特的濃郁香味和絲滑口感而著稱。這種茶採用紅茶和煉奶調製，通常搭配一塊菠蘿包，外脆內軟，令人回味無窮。另一道不可錯過的經典是蛋撻，不同於西式的奶黃蛋撻，香港的蛋撻有着酥脆的外殼和香濃的蛋漿，吃起來不油膩，廣受歡迎。每當走進茶餐廳，看到展示櫃中的金黃蛋撻，總是讓人垂涎欲滴，忍不住點上一兩個。最後，豬扒包同樣是茶餐廳的明星之一。這個三明治的特色在於多汁的豬扒放在鬆軟的漢堡包中，口感結合香脆和鮮嫩，一口咬下去便能感受到幸福的滋味。無論是早上還是下午，來一份豬扒包配上一杯冰凍檸檬茶，無疑是極佳的選擇。